如果可以，大家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为什么呢？一直以来啊，不要一直以来，就是近这些年来，台湾呢受到这个酸民文化影响很大。那这个酸民文化会不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影响？那为什么会演变成这样？我觉得是社会形态的改变了。然后呢，家庭教育的失败，学校教育的失败，社会教育的失败。哥哥，天你甲灌一下冰茶，水水啊，冰甲甲水就好。我们的父母疏于管教，疏于管教子女，像我自己也疏于管教我的子女。我讲真，那我的子女会变成什么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啊。那原因很多，要赚钱啊，要生活啊，因为社会经济不好嘛，大家出来打拼，没有多余的时间陪子女啊。然后我们的上一代到底把好的东西有没有传承下来，交给我们子女也不知道。然后呢，这些酸民在干嘛？每天呢胡说八道，胡说八道什么？什么也不懂，也可以跟人家在讲。看着人家讲呢，就学着人家讲。跟他搞的学人，你知道？做高盛啊？为什么我讲这个？大家有机会帮我分享一下这一篇哈，就是否酸民的啦。什么粉也一样。恁爸无咧撤销你什么酸民什么粉啦，我就无咧食你这套啦。哎呀，你们新婚激动啊，世界人霸凌啊，哇！一个带头啊，你讲要大家啊，你哇附和起来，人家就要怕你们了吗？因为你们就是风潮，你们就是力量了吗？我告诉你，你们就是个屁而已。为什么？如果你不是个屁，你就来我面前告诉我嘛。想把你说的跟我说啊，不是吗？不敢嘛？为什么不敢？只敢在键盘后面嘎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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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俗辣啊，孬种啊，就是讲你们这种人。好，言归主题一。痞客帮的第一口水是吗？我小明啊，我最后在你板上我只留言什么？我叫蓝小明，要讲什么啊？来我板跟我讲啦。我没有要躲在你那个嘎嘎小角落里面，你们一堆人要围殴我啊，滚远一点啊！什么卡小啊？来这边来留言，我一定面对你。为什么？你写了一篇什么东西？写我汉堡怎么了？你故意把那个什么，我讲说我组合了抑郁什么美式什么美牛什么东西？你在暗示什么？说我用美牛是不是啦？是不是你就承认嘛？不是吗？我在你部落格下面，我先跟我兄弟逍遥讲个不好意思，拍谁啊？因为逍遥看他写部落格很久了，他一直跟我讲这个怎么样写得很好啊，如何。前2天我兄弟说，他写了你的汉堡，你看一下。看完我就回留言了你喜欢吃美牛是你家事啊，你不喜欢吃我的汉堡也没关系嘛。口味在人的啦，有人爱吃青菜，有人爱吃豆腐，有人爱吃屎，我嘛无法度，你知道？有人讲屎是香的，我嘛讲是，我爱尊重你的选择。好，51个朋友，好不好？麻烦都帮我分享一下，我们讲一下酸民这件事，讲一下呢，我怎么被欺负的啦，你不爱吃我的物件无要紧啦，你也讲我物件无好吃无要紧，我点仔你讲什么啊？口味这个物件足主观的啦。
你爸母生时囡仔时爱互你食什么时，你大汉你嘛是爱食什么。你也无爱食什么囡仔时阵，你大汉可能嘛袂介意。所以这个叫做口味是主观，但是食材是客观的。我汉堡上标示的清清楚楚，所有媒体都知道，我的卤肉饭、我的汉堡就是用边角肉修下来和牛边角肉去做的。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用原块的块做的部位肉去做绞肉，还是我进口和牛绞肉来做这件事情？和牛绞肉可以进口，你还问我吗？啊，老子牛做那么久，不知道和牛绞肉不能进来吗？你要挖洞给我跳吗？啊，在里面暗指什么大唱双簧一搭一唱？我跟你讲，我食材成本45%，你就算了190哦，有一个人算了190块啊的45%，你然后你说什么我做1块我就要赔2块，你他妈你卖肉的吗？你们这些酸民是做肉商的吗？你知道我肉进多少钱吗？你知道我跟谁买肉的吗？你们知道个屁呀、啊！你们开餐厅的吗？会算成本吗？你们开了几家店啊？你们酸我、围殴我，想清楚，什么叫做杀头生意没人做？杀头生意有人做，赔钱生意没人做。什么叫我做事赔钱呐？我少赚不可以啊！我卖便宜犯法啦！卖家嘛，卖不好吃，你做你卖家，你就讲这个物件不好吃，拢无要紧啦。我问你，你是不是说我以次充好，鱼目混珠，不实广告？你们又不敢承认啊？刚刚讲什么？有一个人说啊，因为我说啦，我食材成本45%，我和牛卤肉饭到55%，就算给我听咯。哦，一份多少钱啊？45%多少钱？1公斤要多少钱？第一口水你写什么？500只能买什么肉？纽西兰牛肉。你现在是说我用纽西兰牛肉咯？证明拿出来啊！拿出你的证明来哦！里面唱双簧，哇，在暗示这个，暗喻那个。你们骗鬼啊！什么？你们到底在干嘛？所以我说这些酸民见不得光嘛。来，我在等你们来留言呐！啊，大家来试试看好不好？我想是驴是马哦，拖出来跑2圈呐！我讲真的，我卖便宜怎么了啦？啊，我卖便宜怎么了？我卖便宜爱到谁了啦？你不爱吃不要吃啊！啊，我卖便宜也有事情哦。我操，就说我是做我佛心来的啊，我用赔钱价在推广和牛，你酸我什么啊？啊，你酸我什么东西啊？你是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我看到你那篇文章，我就知道你是谁了啦。小眼镜戴正，莱卡拿好。躲在键盘后面写7年的部落格，是不是？7年都在骂商家，是不是？我是不知道啦，我管你写几年啦，你写几年我要信到你吗？你就胡说八道嘛！啊，你要胡说八道，你写几年都是胡说八道啦。给用干的哦，起来啦吼，我等你啦。啊！你们宜养的这些酸民哦，在那边霸凌我，围殴我，通通上来！我拜托大家90这个朋友帮我分享出去。我没有在信你酸民这套，你知道吗？为什么？你们都跟我讲说哦，一个成本要卖3倍4倍，你是到底知道谁啊？还是你做过餐厅啊？我的成本压到了40%，我要卖几倍啊？我不用请人哦。我一个汉堡小店啊，压到40，压到50不意外。为什么？我就3个人而已啊，还有一个股东，就那么大个店。
连座位都没有，站着吃啊。汉堡很简单，我跟那个美式汉堡不太一样。这是我们总监当时我们一起设计，就是简单、肉多、好吃为主，不要复杂。你复杂了就要多请人在备料，我们没有那个资金，我们当然清楚啊。所以我们的和牛汉堡很简单，150克，最好去称就是每一个就是150克。你在说我骗你是不是？不到150克，你要不要来量啊？如果有，你要怎么办呢？滴口水。如果我们现场量有150，你要怎么办？煎汉堡肉是不会流失，是不是？为什么我汉堡煎的干？要煎到全熟。大家都知道嘛，为什么汉堡要煎全熟？内行人都知道啊。我也希望 juicy 啊。会有人不高兴嘛？客人觉得说，这个怎么会里面有点生生的？因为就是客人不喜欢，说我们把它煎熟了。我个人喜欢吃半生的啦，但是我要以客人为主，不是吗？不是以你为主啊！滴口水，匹克邦的滴口水。你要吃生的，我也弄给你吃，你告诉我嘛，不是吗？做啥？以你吃汉堡的多年经验，我没有多年经验去吃汉堡啦。我的店也是开着，也没倒，你知道吗？生意没很好啦，也没赚多少钱啦，小赔有啦，总可以吧？我就是不要卖贵，不行吗？为什么会小赔？因为量不够。为什么？因为我没那么多东西可以做。如果想知道我怎么样去做这件事，好好来问我，有礼貌的问老子，老子就告诉你，不要跟我在那边七啊八啊毛的，不吃你这套，我管你部落格写几年了啊！我告诉你，没有那个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件事啊！你爱怎么去干那个他妈的爱吃鲑鱼，干我屁事啊！你也不会是我朋友啦。就跟馆长跟金刚刀意思是一模一样的啦。我绝对不会因为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就去认同你。我食材有正义啊，你有没有正义啊？你用猜的哦。你们这些酸民只会猜啊，别人讲了什么上面这个讲了后，下面全部都follow，你们没脑是不是啊？想起来了，安安老板娘有讲，脑袋是减配啊，父母给你们减配，你还不用啊？连个资料都不会查是不是啊？我和牛套餐最便宜的2000一般我的最拿手的是2500。台北市吃和牛一个人3800的、4800的、5800的多的是，为什么？我从开店到现在就是2500。大家可以去研究嘛。难道我用的又不是和牛了，是吗？还是我用的是假牛？我用塑胶牛，是这样吗？你们这些酸民，你们就只会这样而已，你们还会干嘛你们怎么不去研究我们是如何一步一脚印，怎么去跟日本那边内购，我们跟澳洲这边怎么来往的，我们跟这些商家是怎么样绑乱的，人家认定了我们，给了我们什么价格，让我们来做这些事情只会在那边乱猜乱想，好好问嘛有问题好好问，用请教的，请教，请，谢谢，对不起，会不会？爸爸妈妈有没有教你们？没有，乱猜。我上去回了几段说我什么越描越黑，是不是？我心虚了，我虚你妈个头啊！老子是懒得理你们，知不知道？叫你们来我版面留言，你们又不敢，躲在龟洞里面打键盘。
你们除了这些还会干嘛啊？酸民，这就是酸民。如果你周遭有朋友有这种倾向，请规劝他不要这样。要怎么样？不要这样，要怎么样？我们现在讲就要怎么样。第一个，你接收到你们同温层、同财团体资讯的时候，把资讯拖出来，好好分析。去 Google、去 YouTube、去脸书、去搜寻，看看说的到底对不对。或许找出来东西跟你同财团体里面的那个安妮基讲的不一样的时候，如果你不敢反抗他，很简单，也不要附和他。任何人跟你们讲的话，就是参考，就是查询的指标，这很难吗？去检视一下你们同财团体里面讲的话很难吗？啊，不行啊，这样我就不信任他了。他妈的，他在讲什么话自己都不知道，凭什么值得信任啊？这样很难吗？不要在那边人家人云亦云哦，人家讲什么我们就跟进什么，人家喂我们吃什么，我们大便也都吃了，然后就跟着在那边讲，你们就是只能做酸民啊，你知不知道？啊，你们就只能做酸民啊！你要针对我什么？李信成来了，李信成，他说啊，人家也在讲你的和牛卤肉饭呐，哦，拍谁了？我是讲得很清楚啦，哦，我说那个不是我的，我也跟当时呢做和牛卤肉饭其他商家讲得很清楚。如果需要我小明协助，证人在这边哦，业主在这边，李信成来，你不要走哈。我当时我打电话跟你讲，如果需要我小明协助，我就协助你，我配方可以给你。我们把市场做大做好，不要做烂。你要拿你的东西跟我的比，人家说在吃你和牛卤饭吃不出神户牛的味道啊，干我都笑了。我看完这段我真的笑了。我讲真的，我今天切一块神户牛啦，我今天切一块松板牛啦，哦，我今天切一块晋江牛，你有可能会吃得出什么是牛什么味道？有几个人吃得出来啊？啊？这里面唯一有可能就是松板。学和牛花多少时间？我到现在还在学，一直都要学，不会停的。它是一个洞，你踩进去，你会发现它越来越深，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做。如果你碰到了阻碍，做不出新东西，就代表你要学新的东西。为什么？我为什么今天去云漳牧场学养台湾牛？台湾有和牛了，从饲养啊，到屠宰啊，到分切啊，这些里面我们再去比照日本和牛跟澳洲和牛跟美牛有什么不同，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变化。没有什么东西叫做废料，妥善运用我们花钱买来的东西，它不叫废料哦。我用了这样子的东西来做汉堡，我用了这样子的东西来做我的卤肉饭，什么叫废料？我修下来的东西，别人修下来的东西，我去买回来用，我怎么了？我也不是买美牛的，我也是找知名店家在收的啊。讲的哇，要我交代我的原物料来源，你是毛掌权了没有？你要我他妈交代我原物料来源啊？我是不想理你们啊！你们跟真的一样啊！啊！我再重申一次啊！大家做到餐饮业很多是以和为贵，不要得罪人，所以你们写什么人家都忍耐你，都吞下去。恁爸无咧食恁这套啦，我吞恁什么笑啦？啊，社会就是因为你这人在乱的啦。我告诉你，你吃不起我店啦，2500你都花不起啦，你来我也不要招待你，你就出去了啦。为什么？你就吃完就是鸡蛋，你挑骨头，挑到什么东西？今天进我汉堡店，去过我汉堡店都知道，
menu 旁边有一块肉，拍的一块和牛肉。他说呢，这个照片会误导客人以为他吃的汉堡肉呢是用这一块肉，或者用这一块肉呢做成绞肉去做成的汉堡。你在讲什么鬼话啊？滴口水啊！你在讲什么鬼话？那一块肉本来就是他吃到汉堡肉里面的一部分。我把那块肉修下来的时候，我有多少废料？难道不是这只牛上面的吗？再者，我今天写 menu， 我拍一块牛排在那边怎么了？难道我要拍一团猪牛绞肉在那边给客人看，说你吃的是这一团绞肉哦？我误导什么了？你头脑想什么我不知道啦，但是我的客人头脑都很清楚。今天来点一个和牛汉堡，180块、190块，他吃起来公公道道，甚至于超出他的预期，他开心就好了。我误导了什么？你质疑我什么？你在误导你自己，误导你的朋友，误导你的群众，误导你的受众，看你写文章的人啊！谁在误导什么东西啊？是你在误导吧？你今天你去吃麦当劳好了，我讲真的啦，麦当劳照片，整个食品的照片跟你吃到的看到的还未必一样，你怎么不去讲麦当劳误导啊？再说一次，个人口味呢主观的，食材是个人口味是主观的，食材是客观的。你有本事，你就说我李小明今天用的不是和牛，证据拿出来。你不敢承认，我问了你，我在你那个部落格上面问你们要不要承认，你没有人要承认这一点啊？谁在顾左耳言他又爱讲，又爱说，然后又不敢正面面对，这就叫酸民。我为什么开这个直播？我就很正面面对这些事啊，不是吗？今天多少人吃过我的东西，吃过我们兰亭的东西，我不敢讲大家都满意，但至少我在食材上我没有骗过客人，口味上我不能够满足每一个人。在我跟馆长的事情之前就是我们还没有兰亭没有被馆粉出征的时候，脸书也好 ，Google 也好，我的评价是4.9颗星、4.8颗星。被馆粉出征之后呢，一路狂杀到剩4颗星。我害怕了吗？我退缩了吗？我们一样做我们该做的啦，你知道？你要找人记起找人开刀你要挑对人，不是每个人都吃你们这套真的啦，看不起你们这些人，只敢躲在键盘后面讲一些似是而非，还不敢勇于面对自己讲的话的人，就是你们这些人。就承认嘛，怎么不敢承认我就说你那个用的就不是和牛承认不敢承认为什么不敢承认？怕被告嘛，是不是？你猜测，你臆测，你想象你这么多想象，你要想象什么？
你们一直把台湾社会给弄扭曲了，你们并没有教导你们的受众做正确的识别。没有关系，我来说。各位，如果今天听到我李小明怎么样，说我是个好人，说我是个坏人，说我怎么样，没关系，我不在意。请你们利用手边的资源去查核一下，这个人讲的对不对。其实呢，也可以不用去查，因为我也不是什么很重要的人。如果今天我在这个社会上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这个人才是值得我们今天去查核的人。为什么？他会影响到其他人。我李小明没有这个能力啊，我们下面卡小啦，你知道？但至少我们要跟我们周边的朋友讲，如果今天你想要公然去讲某某人某某事，是不是先三思一下，思考一下，去查核一下你手上的资料有没有更好需要补充的，或者你讲出去会不会被人家告？有人说啊，我就不怕被告。OK， 你不怕被告，你怕不怕丢脸啊？如果你讲出来是错的，被人家打脸痛不痛啊？不要再出来强辩呢。为什么？你可以多花3分钟、5分钟做事，为什么不做？这个很重要。今天你都看完了，两造双方或者是有其他东西资料可以看的时候，你看完了，再来做评论没有关系，而不是人云亦云。我看到这边这边人比较多讲这样子的话，我再讲这样子，可能人比较多讲的都是对的哦。对啦，人比较多讲的会不会是对的，我不知道了。我永远不会是那个人多那一边啦。从以前大台北老饕社，我怎么被霸凌的，我怎么出来他妈跟他们干的，干到被整个兰亭在这个美食社团被下架，找不到兰亭了，我被踢出去啊！笑话，真的是个笑话。你知道那个社团就是个笑话，业配大社团啊。虽然这个什么滴口水在说他们是业配，那是他的事情，对，我的事是我的事。我们跟人家比较不一样啊。我今天就选择我没有要做错事，没有要犯法的路在走的时候，我就不会想要犯法或做错事，我不会想要靠这个东西来维生或赚钱。我希望能够我维生能够赚钱的，能够照顾我所有同事的，是一个合法的店。我说出来的事情就是事实的店。有很多人不是啊，讲一套做一套啊，东剥削西剥削啊，东骗西骗啊，骗了员工，骗了消费者，骗了投资人啊。我是不是这样子的人？大家可以去检测，可以去观察，没有关系。但是端出来在桌上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透透明明啊。我不会在意滴口水说我的东西好不好吃，你好不好吃，这是领导的大代志，跟你们没关系啦，你们没在看重这啊。但是我再说一次，你说你有种你就承认，说我以次充好，云雾混珠。不然就不要写那种鸡啊八毛的东西出来了。谁在混淆视听？要你就勇于承认，要呢你就自己认错。你不认错也没关系啦，我也不会逼你啦。就好好的靠着你那些酸民过生活就好了。你知道，你再写个几十年呢，都没有关系反正呢，我也不会去看的。什么叫废料啊？什么叫废料？我用什么废料？为什么是废料？那是我花钱买回来的肉啊！怎么了？
花钱买回来的肉，我把它妥善利用了，卖便宜一点给所有人吃，怎么了？犯错了啊？得罪你了？想清楚了哦。这一篇就是否天下酸民啊，要不要好好的思维一下你们做事讲话的方法啊？还有啊，滴口水啊，跟你的酸民啊，哦，哇，这新闻淡定啊！真的，我就吃冷饭等你们了，我就不信哦，我今天用的是和牛肉，还要被你们嫌，哦，吃不出来这个味道，吃不出来那个味道，你要吃什么味道啦？啊，180块、190块的和牛汉堡，你到底要吃出什么味道？我也不晓得啦，你知道吗？啊，你再来说什么？你喜欢吃美牛，你喜欢吃什么？干我鸡巴屌事啊！啊，你爱食屎就无我会叫啦，所以你去食你的屎啦，你知影？莫甲我牵拖遐有诶无诶啦，袂证据摕出来，要我拿出我的什么？我要公布我的什么？我原物料来源哦，很清楚啊，去 Google 一下好不好？去搜寻一下和牛产业链，清清楚楚、明明白。我要跟你说明，你是我爸爸，什么鸡巴毛？我跟你说明啊。部落客写几年了不起，他妈的连上网都不会，是不是啊？搞清楚状况再来啦。